你 share 出去啊，我會睇。得我已經開咗啦。開咗啦。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願主因為平安常與你同在。咁咧又到咗 Frankie 牧師檔案室啦，今日係 Frankie 牧師嘅檔案室。咁咧我哋要 send 一啲連結出去先，俾啲少時間小博先啦。同埋咧，一係部電話試緊係個效果。咁咧俾少少時間小博咧就 send 個連結出去先。咁請大家耐心等候下，因為又係好似職場靈修要啲時間去 send 出去啊！我諗應該把聲聽得清楚係咪？請大家耐心等候多陣啊，因為要 send 嘅啲連結出嚟。唔好意思啊，小博手腳慢，所以咧俾多少少時間啊。咁咧今日咧個題目咧，你見到係好 interesting 嘅，好有趣嘅。咁咧就係講呢個叫做由敵轉咧。咁咧我哋就特登個宣傳就講咧係即係以色列即係公元前嘅一個女特工嘅斬首行動啊！咁當然啦，聖經次經裏邊嘅人哋稱呼做女特工啦，但係咧我用咁樣描述，用咁嘅即係做一個宣傳啊！
咧今日我哋盡量希望咧就可以1個鐘頭或者45分鐘去講晒啦，因為將嗰啲 PowerPoint 咧我已經咧就縮短啲，即係冇咁多，同埋都係好多字我明白。咁咧我哋希望可以summarize 即係大綱咗佢裏面嘅嘢啦，唔使全部逐隻字咁讀一次㗎嘛，大家可能都會聽得好辛苦啊！如果逐隻字讀一次。好，咁差唔多啦，我哋咧就再 send 多一陣咧就可以講啦。咁咧就咁啊，大家耐心等候咗好耐嘛，唔好意思，差唔多啦，咁我哋可以即係開始嚟到去講啦，咁我即係就請大家咧就耐心等候啊。好，咁咧就我哋今日咧繼續咧就係呢個次經嘅系列下呢本《次經全書》啊。咁咧，如果大家睇條宣傳嘅 Facebook 嗰個嘅嗰個嘅 read 咧，就係見到咧就寫住咧係以色列咧呢個公元前嘅一個嘅女特攻下斬首行動喎。好，咁咧就一陣間會睇下佢點樣做呢個斬首。咁咧又係幫大家重溫下啦。咁我哋你發覺呢本點解印到好似聖經，但係唔係聖經啦？我哋本咁咧不嬲都講緊，大家都知道喺所謂基督新教啦、改革嘅教會啦、教宗即係更正教會咧。咁我哋係將聖經咧舊約係39卷，加埋另外新約27卷咧，稱為66卷啦。咁但係咧喺17世紀嘅時候，16幾年咧，梵蒂岡咧就將其中嗰10幾卷咧就我哋叫次經啦，就係變成佢哋聖經一部分。咁呢一個咧就係所以我哋大家本聖經嘅目錄有啲唔同嘅。好啦，咁我哋或者喺個引言嗰度開始講下先啦。咁呢本咧純粹係次經嗰幾卷書啊，嗰10卷8卷。好，咁咧喺開始嘅時候講啦，呢啲其實可能上一集我哋講呢個比勒與大龍蝦，其中一個故事都係次經嘅，叫比勒與大龍蝦，叫 Bel and the Dragon 啊，都講㗎啦。其實天主教會同東正教會咧就視為正典，即係話咧希臘土耳其嘅東正教會咧，其實咧佢哋本聖經都係包括咗一部分嘅次經嘅書卷嘅。咁但係咧，宗教改革之父馬丁路德認為咧，次經雖然唔係聖經正典，唔能夠制定教義，不過有靈修參考價值，所以咧喺聖公宗同埋一啲歐洲嘅信徒嘅教會咧，喺崇拜裏邊咧，其實都會讀次經喎，係當聖經咁讀嘅。咁而今集我哋分享嘅呢一個次經裏邊一個故事啊，就係、是《猶狄傳》啦，《Book of Judith》。
女主角尤迪咧，可能係公元前第一位女特工周圍斬首行動。咁當然啦，sorry。咁當時嘅以色列梗係冇呢個即係咩摩薩德係情報組織。咁亦都咧要講明先嚇，呢一個故事如果你睇好多嘅參考書咧，當然呢度次經冇講㗎。咁但係咧，我哋好多研究舊約或者研究次經啊，兩個中間嘅學者認為咧，呢一個係個叫歷史小説。歷史小説咩叫歷史小説咧？就等於我哋中國嘅《水滸傳》啊咁樣啦，即係佢裏邊有啲嘅人物名係真，但係個整個情節啊各方面咧未必係完全係好似個真實歷史咁樣。嗱咁當然咧，我哋可能會話喂，咁你呢個故事咪變咗係咪真係一個故事？你可以咁講，但係因為寫聖經嘅人，佢會對於就等於我哋平時嘅講道啊，或者所謂好多嘅靈修故事啊，大家睇《荒漠金泉》呢啲咁經典嘅靈修嘅作品裏邊咧，嗰啲故事一樣，我哋叫寓道故事，即係透過故事去帶出個教訓。咁咧當然咧，我哋唔可能去對比翻嗰個歷史場景嘅，因為咧事實上咧係嗰個即係嗰個同真實嘅歷史裏邊係咪真係咁樣發生咧？我哋當然有個問號啦。好啦，咁講下，其實既然係咁次經雖然話裏邊嘅內容好似今日呢本未必係一個真實嘅故事嚇，即係好似上次比勒與大魚呢個，究竟係咪真實？我哋真係個問號嚟嘅。不過就正如咧，雖然唔可以咁樣去比較，但係事實如果大家睇翻福音書，耶穌講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係耶穌講喎，但係個好撒瑪利亞人嗰個故事當然唔係真實發生啦。耶穌透過呢個比喻去教導人，當個律法師問佢邊個係鄰舍啊，咁佢就透過呢個故事話俾佢聽。咁唔單止呢個故事嘅，耶穌講好多比喻裏邊，其實佢講嘅比喻好多都係啲故事，唔係真實發生，但係佢透過呢啲嘅比喻去教導當時嘅門徒。同樣地，呢一啲次經嘅故事對我哋今日嘅基督徒特別所謂改革宗嘅教會或者咧更正教會，究竟有咩意義咧？咁咧David De Silva 呢個新約學者咧喺佢嘅作品裏邊咧提到一件事嘅，次經係向我哋提供好多寶貴嘅資料，係關乎兩約中間嘅歷史，兩約即係新約同舊約嚇，兩約中間嘅神學發展同埋舊約傳統如何係選擇紀念同埋加以擴充嘅。猶太人喺呢一個時代咧交替裏邊咧係一個敬虔嘅活動同埋倫理。同埋咧，猶太人面對宗教文化、社會和政治上嘅挑戰，即係兩個中間係講公元前200年，係當佢哋面對希臘嗰個嘅殖民統治，同埋呢一個希臘咧比以往嘅殖民者唔同咧，就係呢個比較用一個比較強硬啦，同埋佢唔係咁友善，甚至可以講咧，佢係對於當時嘅猶太人或以色列國咧，即係呢個殖民地咧，就進行咗希臘化。咁呢啲咧都係喺馬加比一書咧，即係另外一本次經嘅書裏面有講呢啲嘢。咁當然咧，今日就唔講住啦嚇，因為唔夠時間去講住。都係今日主要係講翻呢一個嘅《猶迪傳》啊嘛。好啦，咁呢一啲影響咗咧次經嘅故事啦，當時嘅社會發生緊嘅事啦，其實都係講緊乜嘢咧？都係影響到咧日後咧作者新約寫聖經嘅作者，佢哋對於咧嗰個嘅影響佢哋嗰一啲嘅神學啦，影響佢哋點樣寫新約嘅時候，所以咧呢啲係好寶貴嘅。咁咧我當然啦，阿 David De Silva 呢個學者講啦，就話雖然我哋唔係聖靈默示或者正典嘅問題，但係如果咧呢一啲嘅次經我哋忽略咗咧，其實係好令人惋惜嘅，真係好可惜嘅，因為裏面好多咁豐富嘅資料啦，好多故事咧對我哋研究新約，去理解新約嘅時候咧，特別猶太人耶穌嘅時代咧係好緊要嘅。咁咧喺另外一本書《聖經正典嘅經文文獻》裏邊咧，亦都咧講到咧，其實點解次經咧，好似咧係嗰個歷史發展嘅過程裏邊咧，就俾人收埋咗係咪？去到我哋基督新教，咁呢度一路會講下點解會好似咧
收埋咗。咁啊，天主教會同埋東正教會咧就當係聖經一部分，我哋咧就叫做次經 Apocalypse 就唔係正典啊。咁原來喺個歷史過程咧，喺早期嘅時候，喺一個教父耶柔米咧同奧古斯丁咧，對於呢一個次經嘅睇法都唔同呢兩個嘅教父。咁咧耶柔米咧就認為咧次經咧係同正典係唔同嘅。咁但係奧古斯丁又唔係啦，佢覺得咧正典同埋次經咧，即係我哋叫次經嗰啲經卷咧，其實都係有一樣嘅價值嘅。咁咧呢個係已經係開始咗喺教父初期嘅教父啊，頭嗰幾百年，究竟嗰啲唔同嘅教父點樣去理解呢個次經？因為當聖經正典，如果大家聽翻再早之前嘅 Frankie 牧師檔案室，我哋講聖經正典嘅時候。因為點解為之正典咧？講啲咁多嘅書卷，其中一個嘅所謂 criteria 啦，一個條件咧，就係嗰啲一啲嘅書卷咧，當時留住嘅書卷咧係曾經被教父引述過嘅，即係初期教父引述過，就係可以被接納為聖經嘅正典，呢個其中一個重要嘅條件。咁由於呢兩位教父咧都好出名嘅教父啦，好有份量，佢哋對次經啊，我哋今日叫次經，呢一堆嘅經卷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咧，而咧喺聖經正典經學文獻導論呢本書裏邊嗰啲嘅學者認為咧，其實早期猶太教係非常之多元嘅面貌。舊約嘅典外文獻，所以點為就係呢啲次經啊，即係我哋甚至猶太人今日嘅聖經啦，即係佢哋我哋叫舊約咧，就佢哋嘅聖經 Hebrew Bible 啊。佢哋希伯來聖經咧都係冇抽起咗次經嘅，但係咧雖然佢哋抽起咗次經，但係我哋同呢個次經裏面咧，我哋叫次經嚇，咁咧就蘊含咗豐富嘅神學思想，亦都可以咧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教會，同埋咧喺新約正典嗰個書卷嗰個形成啊思想上邊，尤其是咩影響緊所謂天啟文學，同埋咧影響咧係好緊要嘅。咁呢啲書卷唔單止係反映緊，即係講次經當時嘅社會嘅意識形態，更加可以講係新約正典書卷思想同埋信息嘅先聲啊！咁啊，邱博士咧，我哋協同神學院嘅前院長啊，亦都係我哋嘅舊約學者啊。咁佢話咧，亦都解釋咗咧其中一個嘅嗰個嘅喺歷史嘅過程，點解次經咧就掹咗出嚟，好似俾人掹咗出嚟？咁其實開始嘅時候並唔係咁樣嘅，即係好多書卷一路流傳，係喺嗰個開始慢慢需要將聖經正典化，而呢個正典化嘅過程其實係配合翻教義嗰個發展，或者對於教義嗰個嘅可以講係一個統一啊，或者甚至有一個標準咗嗰個所謂叫做正統教義。所以如果啲書卷同正統教義可能係有出入，甚至有衝突嘅時候咧，咁自然喺嗰個大公會議嘅時候，或者教父對呢啲嘅所謂書卷咧，即係同佢已經確立咗嘅教義咧，係有衝突嘅時候咧，就會排除呢啲書卷啦，呢個好正常。咁咧耶柔米咧，亦都咧係喺主後386年咧，同埋382年啦，羅馬會議同埋東正教會嘅680年康士坦丁堡嘅會議咧所接受。咁基本上咧接受乜嘢？就係、是、上面我講呢個次經，雖然唔係一個即係唔可以作為即教義，唔可以作為教義一制，但係係愛嚟教化，即係話係一個嘅教導、教訓人。所以咧，馬丁路德1534年啊，我講翻信義宗嘅教會路德會咧，1534年出版嘅德文聖經咧，馬丁路德係將呢10幾卷嘅次經，即係包括今日猶太書咧，擺咗喺聖經裏邊，但係後邊係附加咗這些書雖不與聖經同等，仍然有用和良好嘅讀物。嗱，你留意路德係咁樣講嘅喎。咁啊，當然啦，呢個係我哋叫做即係嚴謹呢個學術嚟講，呢一句説話我哋叫 secondary source， 即係話咧，我 post 呢句上去嘅時候咧，呢一句咧係 secondary source。
咩叫 secondary？ 因為呢一句唔係喺路德嘅作品裏邊抽出嚟，呢一句咧係邱恩柱博士，我哋嘅舊約學者，亦都係我哋協同神學院嘅前院長咧，邱恩柱博士咧就係、是、咁樣寫嘅。咁所以我哋叫 secondary source 喺度。咁咧而咧邱博士再進一步講翻整個嗰個次經嗰個嘅形成嘅過程啦，特別喺宗教改革嚇，即係16世紀宗教改革嘅時候，咁咧喺聖公會嘅信條啦，同亦都咧係將除咗講我哋所講嘅聖經之外咧，亦都講明咧將次經個價值咧，亦都係講咗嘅。咁咧聖公會認為咧就係喺嗰個榜樣同禮儀嘅教訓，即係呢個次經啊，當然唔能夠建立教義啊，好緊要呢樣嘢。咁所以咧早期1611年啊，即係17世紀嘅時候咧，英文嘅聖經啊，即係所謂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 咧，原來都係有次經嘅。咁但係好可惜咧，19世紀英國咧嘅時候有強烈反對次經嘅運動啊。咁咧使到1827年開始咧，英國嘅聖經公會咧就將次經咧就掹翻出嚟，就唔好擺落本聖經度。咁而喺19世紀咧，就去到1816年嘅時候咧，美國嘅聖經公會咧，亦都從來冇將呢個次經咧擺喺嗰個嘅佢哋嘅聖經裏邊，即係美國聖經公會翻譯嘅時候。好啦，咁咧信義中另外一位嘅學者啦，一位新約博士啊，周善琪博士咧就指出啦，次經咧屬於第二聖殿時期嘅文獻，即係公元前200年至到公元200年嘅猶太文獻。咁啊，第二聖殿咧咩意思咧？因為咧，我哋知道所羅門起聖殿啦，咁但係所羅門起嘅聖殿咧，公元前586年咧就被毀啊，即係因為呢個巴比倫嘅軍隊攻入去，南國猶大滅亡，咁啊嗰個嘅聖殿都燒毀。咁之前如果大家聽 Frankie 牧師就係、是、職場靈修啊，職場靈修都講咗好多次。咁但係咧，雖然被毀，但係去到公元前500幾年嘅時候，咁咧呢一個喺我哋本聖經啦，或者喺猶太人聖經嘅以斯拉記，咁裏邊就講到咧，以斯拉其實唔係以斯拉去先至起，其實當時應該咧嗰個歷史場景咧係嗰啲猶太人被釋放翻去咧，開始起聖殿。咁而係以斯拉咧，只不過咧就係一個好叻嘅 coordinator 啦，即係一個統籌同埋以斯拉亦都係個文士啦，同埋以斯拉係一個好叻嘅屬靈領袖啦，就去集結同埋咧去鼓勵同埋去帶領班以色列人猶太人當時去重建嗰個聖殿，咁所以即係第二聖殿啊，嗰、那個係就係講緊以斯拉記公元前500幾年嘅時候起嗰個第二聖殿。咁當呢個第二聖殿咧起好咗之後咧，修葺之後咧，起好之後咧，跟住佢哋就呢個猶大或者以色列呢個地方繼續淪為唔同國家嘅殖民地啦。咁去到公元200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成為咗呢一個希臘嘅殖民地。咁喺呢一個嘅希伯來聖經冇嘅，雖然冇呢啲經卷啊，即係猶太咁啲聖經，即係猶太教到今日嘅聖經係冇呢啲次經嘅。咁但係喺耶穌時代嘅時候，除咗摩西五經，即係我哋講嘅創出嚟民申之外咧，重要嘅經卷有共識嘅規範之外，其他經卷咧，咁周博士講出，呢、這個亦都係嗰個舊約啦，嗰、那個形成嘅時候，呢、這個歷史嘅過程嚟喎。咁原來咧，但以理書同以斯帖記呢兩本書咧，舉例講咧，都係當時猶太教啦，係未變成正典嘅。而70士譯本咧，亦都咧原本咧係70士譯本啊，講緊包含咗個次經喺裏邊喎。可以睇到咧，當時咧喺公元前嘅時候，究竟聖經嘅正典有幾多書卷咧？其實有係仲喺度，未係可以講未完全100%確定。所以咧，當時呢啲所謂次經其實都係一路影響緊後來咧，特別新約聖經嘅作者，佢哋嘅神學啦，佢哋一啲嘅對上帝啊，對整個宇宙啊，對於好多嘢人生啊等等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 influence 所以影響。
好啦，咁遊迪傳點解咧？我哋今日咧會講嘅時候會講到好似好有趣咧，講話即係呢一個以色列公元前嘅一個女特工執行斬首行動。咁大家見到幅畫，當然幅畫咧就唔係啲教堂嘅聖畫啦。咁呢個咧我用 AI generate 出嚟，因為小寶畫圖唔叻啊嘛。咁你見到咧呢個就遊迪，當然佢係咪咁樣唔知啊 ，AI 畫出嚟。咁你加住個人頭嘅喎，咁啊真係把劍㗎。咁啊真係斬首行動，我冇講錯，真係斬咗佢手啦。咁呢個斬首行動點解會有斬首行動？佢點樣可以斬到手咧？當時發生咩事咧？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下。好啦，咁遊迪傳咧總共咧，其實咧遊迪傳咧就有16章啊，即係呢一卷書叫遊迪傳咧就有16章。咁啊，俾大家望下呢個咧就係影咗出嚟嗰個，即係嗰張嘅第一張啦。咁第一張嗰個擺咗喺個 PowerPoint 度。咁咧點解亦都咧一啲嘅研究舊約刺經嘅學者咧，或者喺網上睇人哋嘅文章都會講嘅，佢哋話呢一本好聽啲咧叫歷史小説即係《水滸傳》咁啊。裏邊咧，因為咧你一開波嘅時候睇到第一句講乜嘢？當尼布甲尼撒在尼尼微大城統治亞述人的第12年，咦？有咩問題呢句？佢講緊個皇帝同年份、地點。尼布甲尼撒係邊個嚟？係巴比倫嘅皇帝，亦都係喺公元前886年，揮軍咧就攻佔咗呢一個南國猶大，燒咗聖殿，燒埋呢一個拆埋城牆嗰個尼布甲尼撒。呢個尼布甲尼撒係巴比倫王嚟喎，歷史上就算唔好講聖經嘅記載，即係整個嗰個近東嘅歷史嚟㗎嘛。但係嗰度寫佢喺呢個遊迪傳竟然寫尼布甲尼撒喺尼尼微大城統治亞述人喎。點解咧？點解呢度有個問號，甚至啲人會覺得歷史嘅小説咧？因為咧，北國喺公元722年即係我哋聖經講以色列嘅北國南北分裂之後，722年咧，北國係俾亞述所滅，但係亞述當時嘅皇帝當然唔係尼布甲尼撒啦。尼布甲尼撒嘅巴比倫其實喺亞述帝國強大嘅時候，巴比倫仲係未係好強大。但係慢慢當亞述帝國衰落嘅時候，亞述帝國即係古敍利亞帝國咁咧衰落嘅時候咧，慢慢又輪到咩？巴比倫咧呢一個帝國興起，又開始強盛。咁當然個結局個歷史嘅過程咧，就係巴比倫最後咧就將呢個亞述帝國都滅埋、消滅埋、並吞咗佢，跟住先至揮軍南下咧，就再去咩攻打埃及同埋攻打埋乜嘢？就係呢一個以色列，即係南國猶太，因為北國已經喺580幾年，北國已經滅咗。咁所以呢一句説話咧，好多個學者從呢一句裏邊咧，我哋睇到咧，佢講嘅，咦？點解人名、地點好似有啲問題喎？係咪？所以咧，佢哋好多人就從呢一句裏邊，包括我哋博士嘅書都有講一陣啦，我哋講落去，都覺得咧，其實變咗會唔會係呢一個咧？佢喺呢一度我哋都睇到一點咧，其實一個未必一個真正歷史嘅故事，係一個叫歷史小説歷史小説可以上傳。好，咁當然呢個故事咧就係一個嘅女性啦，佢叫遊迪 Judith，咁咧就斬咗一個呢個人係邊個嚟嘅咧？呢個唔係以色列人，就係圍困當時以色列國嘅敵人啦，即係嗰個嘅將軍嘅頭，所以斬首行動咁解，真係斬咗啦。好，咁我哋睇下個故事先。咁咧喺我咧就係將咧《刺經全書》呢本係聖公會出嘅《刺經全書》咧，中華教宗出嘅《刺經全書》嘅嗰個嘅所謂嘅一個嘅簡介啦，係唔係我寫嘅？係跟足佢，我係將佢一字不漏 post 上嚟俾大家睇嘅。咁聖公會出嘅《刺經全書》咧，印刷嘅咧，佢點樣將呢個故事去講出嚟咧？係佢做一個大綱啦。咁呢個大綱都講咗呢個。佢話咧，遊迪傳一個戲劇化故事，講述一位忠心愛主嘅女中豪傑。佢真係咁寫喎。我咧就一字不漏全部 post。呢個就係呢啲咧就叫 primary source。呢個係 primary source，唔係刺經嘅 primary source。呢一個係
編輯呢本次經嗰個嘅編輯者或者背後嗰啲學者冇寫係邊個啊？但係咧佢哋咧就係將佢哋所謂理解嗰個次經呢一個猶敵傳呢個人物啦、故事咧，係用佢嘅文筆去寫出嚟。點樣咧？如何去擊敗以色列嘅敵人啦？拯救同胞免於滅亡？猶敵傳咧係打錯字嘅。的首7章咧係記述尼布甲尼撒王下令強悍嘅軍隊元帥何羅非應該係打錯成何羅非南嗰個何羅非嗰啲係懲罰嗰啲沒有支持啦，同埋向呢個米底亞開戰嘅國家。咁呢個將軍何羅非南咧就一支大軍隊咧就一路攻打落去，咁讀快少少啦。咁咧除咗以色列之外咧，其他人都投降。咁咧而咧去到因為以色列咧就圍困以色列嘅成個故事啊，同埋咧喺裏邊咧，因為我哋唔係將所有16章裏邊嘅經節咧都擺晒個 PowerPoint度，我哋即係抽一啲出嚟講。我覺得咧有一啲比較對於我哋今日基督徒咧係有屬靈嘅意義啦，對我哋或者有啲嘅睇法提醒咧，咁我將嗰啲經文先擺落去。咁16章好長，我可能逐章講，因為講8個鐘都唔掂咁樣，所以咧我哋縮短啲嚇，即係輯唔盡。咁裏面其實個內文有講到當時圍困嘅時候係俾人截咗水源啊，因為大家知現代古代都好啦，冇水源就大件事啦嘛，冇水飲啲人會渴死啊嘛。於是喺呢個時候咧點樣去即係由一啲嘅猶太人咧個故事講到你想放棄投降啊，放棄抗爭啊，但係咧啲人咧依然係呼求主，向主呼求之後上帝嚟到禱告啦。咁咧呢個係上半部啦，所以下半部咧就係講咧呢一個去到第8章啊，差唔多先出場，我冇記錯啦。咁呢個猶敵 Judith 咧，其實係一個寡婦嚟嘅，一陣我哋會再睇翻佢嘅經文。咁佢咧就換部靚衫啊，即係佢其實呢度講係好靚嘅，一個美麗啊，即係猶敵主要有形容佢呢個嘅呢個嘅寡婦呢個猶敵，佢咧就係好靚女，咁咧就著好晒，即係着翻靚衫去見呢個敵軍嘅將領啦，咁然後咧取得佢信任之後咧就犀利啦，就斬首行動。咁啊斬完手之後，咁當然指揮都未斬嘅啦，對於最近以色列人話對付邊個伊朗，咁咧就大亂噶嘛。咁亦都因為呢個指揮官啊將軍被斬咗之後咧，就佢嘅軍隊就潰敗。咁咧以色列人打敗咗亞述人。咁咧呢度咧佢就話咧一個嘅反朝下，唔好意思，佢又打錯字。以猶敵傳嘅情節令人振奮，作者用咗反朝唔係反罪嘅文學手法啦，使讀者看到預期發生和實際發生嘅事截然不同。一個統領大軍嘅兇悍將軍，竟無法攻陷呢個伯和里，同埋咧最後係俾呢一個乜嘢美麗嘅女子猶敵所殺。係啦，呢個咧就係嗰個嘅聖公會出嘅次經嘅嗰個嘅介紹喎，我係將佢基本上除咗打錯之外，一字不漏咁 post 俾大家睇下。咁咧佢好明顯咧，你睇呢個次經嘅簡介，即係猶敵傳嘅簡介咧，聖公會嘅出版社或者後邊嗰啲總編輯作者咧，佢哋冇話呢一個故事係咪一個真實嘅歷史故事，定係一個叫小説，佢乜都冇講喎。咁大家可以思考下。好，咁跟住我哋睇下邱博士點樣講啊？邱恩柱博士頭先我哋神學院嘅前院長啦、舊約學者啦，咁佢認為咧呢一個嘅猶敵傳總共16章，頭先係16章都幾長。咁咧頭3章咧就講亞述嘅皇帝尼布甲尼撒，即係因為我哋唔係講緊歷史，係根據書個原文即係呢個 primary source 最原本嗰個嘅原稿咁咧就戰勝馬代之後咧，就派呢一個主帥去攻打啦，未曾參與抗馬代嘅國族。咁4至7章咧就敘述以色列人咧從被擄之地歸回，重新奉獻聖殿，因怕聖殿被污咧而決心抵抗入侵嘅大軍。
佢喺帕多利亞咧被圍水源切斷而陷入呢個險境啊！馬可13章咧嘅章節咧就講以色列人決定投降嘅時候咧，即係想投降啊，因為人哋圍困佢啊嘛，截咗水源。咁呢個美麗嘅寡婦猶狄 Judith 就出現啦，就咧即係直斥嗰啲人咧，即係當時猶太人啦軟弱啦，鼓勵佢哋要信靠上帝。咁咧嗱，最緊要禱告之後，佢就自己走去敵營啊，犀利啊！咁咧以美色啊，使呢個敵軍嘅主帥咧酒醉即係飲醉酒咧，想佔有嘅時候咧就為佢所殺。咁咧即係呢一個敵軍啊，群龍無首之下而敗退。14-16章咧就講亞捫人因為將軍因猶狄嘅作為大受感動，因而受割禮喎，加入咗猶太教。而呢個猶狄咧對上帝咧嘅頌讚咧係跟住咧就係點樣過呢個貞潔嘅生活啦，直到105歲先至逝世，係即係最後14-16章啊。咁啊備受人類嘅尊敬嘅。咁呢一個邱博士認為咩咧？邱博士最後本書係用希伯來文寫成啊。咁咧大概喺公元前二世紀咧，馬加比或者馬克比啦，係爭取自由嘅時代作品。咁馬克比咧，或者叫做馬加比，有啲書譯做馬加比、馬克比都好啦。咁佢當時咧喺公元200年咧係有一個嘅歷史嘅事件人物，因為呢個馬克比咧係猶太人，佢咧係一個即係可以咁講係發起對抗希臘殖民，唔單止殖民統治，因為希臘當時嘅安提阿古四世咧要逼啲猶太人咧係希臘化，逼佢哋咧就要拜多神同埋食豬肉啦，即係污毀佢哋，即係要佢哋放棄佢哋猶太宗教。咁喺呢個歷史事件嚟啊，咁咧對我哋好多啟發嘅。咁所以咧，邱博士認為咧，作者咧即係講緊猶狄傳啦呢個故事嘅作者，就寫呢個故事咧係喺嗰個時代咧鼓勵啲當時猶太人咧去對抗被殖民化或者對抗咧俾人去佢哋嘅宗教化。好啦，咁我哋咧又睇下呢個故事嘅內容。咁頭先講到啦，因為咧喺呢一個嘅猶狄傳裏邊咧，其實呢個猶狄呢個即係呢本書裏邊嗰個女主角呢個猶狄咧，並唔係第一章就出場喎，去到第8章咧先至介紹佢喎。咁喺第8章介紹嘅時候咧，就話佢係猶狄與她的丈夫瑪拿西同屬一個支派，一個宗族。瑪拿西收割大麥嘅日子去世，即係解釋咗咧，原來呢一個猶狄咧個丈夫係咩？即係早死啦嚇。咁咧，所以猶狄就變咗寡婦啦。咁啊講佢點樣中暑啊，可能仲講中暑嘅事。咁但係咧喺第4節就話呢個猶狄仲咧喺家中寡居已經3年零4個月啦。咁咧佢喺屋頂裏邊咧就係咩啊？支搭帳棚，腰間圍上麻布，又穿着寡婦嘅衣服。嗱，留意佢唔係即係咩嗰啲叫花枝招展嘅喎。呢度聖經啊，呢度講佢係咩？佢俾人知佢係一個寡婦嚟嘅喎。自從守寡後，除了安息的前一日、安息日、新月的前一日、新月節期和以色列家歡樂的日子之外，他無一日不禁食。話好緊要喎，因為猶太人咧對於禁食咧係好緊要，即係一個敬虔嘅表現嚟㗎嘛。咁咧佢樣子漂亮，容貌極其美麗啊！呢度即係呢度聖經講嘅好靚女喎。佢丈夫瑪拿西給他遺下金銀僕婢牲畜田地，他都持守這些產業。第8節啦，沒有人說他一句壞話，因為他非常敬畏上帝。嗱，原來咧《猶狄傳》裏邊咧，聖經裏邊咧帶出一個嘅價值觀喎。呢度係講緊乜嘢？點解佢冇俾人講壞話咧？識到寡婦，因為他非常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原來敬畏上帝就係一個嘅見證嚟。好，跟住我哋睇下呢一個第9章11至14節。咁咧，我哋即係因為頭先都提過啦，嗰個嘅16章好長噶嘛，中間有好多即係情節咁啊，我哋咧就抽啲出嚟講下先。
咁我哋都唔抽個水源地絕嗰段經文啦，因為頭先因為嗰個大綱之前一啲嘅大綱咧就講咗啦嚇，咁我哋就唔抽嗰段經文，因為講咧就由《藉傳》9章11至14節講咩咧？因為你的力量不在乎人多，你的大能也不靠賴強有力者，唯有你是卑微之人的上帝，幫助弱小的，扶持軟弱的，庇護孤獨的，拯救絕望的。阿門。我祖宗的上帝，以色列祖業的上帝，天地的主，眾水的創造主，與萬物的王啊！求你垂聽我嘅祈禱。嗱，呢度其實係個禱文嚟嘅，留意下。即係由藉將由藉傳咧寫咗佢個祈禱落嚟嘅內容啊。賜我言辭和計謀，得以傷害鞭打他們。這些人對你的約，你那被尊為聖的約、聖的殿、錫安的山巔，以及你兒女所擁有的家，立意要行暴力的事。第14節啦，求你使你全國和眾支派都知道認識唯有你是上帝，是全能全權的上帝，除你以外，以色列族沒有別的保護者。嗱，好緊要啊！佢呢個禱告裏面講緊乜嘢？佢呢個禱告除咗呼求啦，即係上帝幫助弱者嘅咁樣嚇，輔助弱小嘅。第14節帶出個信息喎，咩信息咧？就係話求你，即係求上帝使以色列當時嘅眾支派啊，認識唯有呢一位上帝，即係耶和華，係全能嘅，係有權能嘅上帝。除你以外，即係呢位上帝之外，以色列族沒有別嘅保衞者。即係再一次咧，去講翻嗰個一神觀啊，獨一嘅真神啊，獨一嘅真神就係我哋即係喺舊約時代所講嘅耶和華上帝。好啦，咁我哋咧就跳去呢個好多字啊，咁我希望可以咧就抽啲嚟讀下先。咁呢度我哋又係個 primary source 最緊要，即係原稿啊。雖然中文啊，即係嗰個由藉傳講咩咧？咁由藉傳13章1至11節咧，就係、是、今日呢個故事嗰個最高峰精彩嘅地方，就係、是、究竟呢一個由藉點樣進行斬首行動咧？佢點樣斬到人嘅個頭咁犀利？斬首行動好啊！咁啊當然佢又唔使靠無人機，佢亦都咧唔使咧就靠下 CCTV 啊，即係 hack 入去乜都唔使嘅。咁咧點做啊？咁咧喺由藉傳嘅13章1至11節，天晚了。咁咧呢度開始之前咧，上一章講咧就係、是、因為由藉咧，我哋即係講補充翻之前發生咩事啦。因為由藉著得好靚，咁啊頭先第8章都介紹咗啦，佢好靚，佢本身係個靚女嚟噶嘛，咁啊再着翻靚啲，咁啊去見呢個將軍啦。咁啊如果大家即係有時間可以。其實網上係有由藉傳嘅，喺 Bible.com 一陣間喺書目喺參考書目嗰度咧，都會講翻條 link 出嚟。咁網上係睇得到由藉傳嘅，咁由網上嗰個版本咧，應該同呢個聖經會出現嘅由藉傳基本上啊，我冇逐隻字對，但應該係一樣嘅。咁咧，由於咧呢一個嘅由藉啦，咁咧就去到呢一個嘅。敵人啦，即係頭先嗰個將軍嗰度、指揮官嗰度咧，就去嗰度咧，就好似假意投降咁啊！就同你咁啊，當然啦，即係啊呢個將軍見到靚女嚟喎，投降喎，好似話咁佢梗係好開心啦，又擺設筵席，咁咧就一齊啊，即係同埋飲酒啦。可能啊，雖然聖經冇講，即係次經冇講啊，但係咧就可能想灌醉呢個人。咁咧，即係嗰個上文嘅故事就去到咁上下啦。咁跟住咧就當你飲，即係大家你話點解佢哋咁鬆懈咧？咁因為佢哋已經圍住咗以色列人啊嘛。咁咧就咁多軍隊圍攻緊以色列人，咁佢諗都諗唔到以色列人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佢就以為，因為啲人被圍困之後，只會就一樣嘢嚟投降㗎啫嘛。咁於是乎咧，所以呢一個由藉再嚟到
嚟到啲佢哋嘅軍營嘅時候，佢哋都係諗住啲遊敵都係投降啦，所以咧就自然咧就鬆懈，同埋佢哋好有自信啦，因為已經圍住咗人哋啊嘛，截咗個水源咧都冇得打啦。天晚了，眾人都速速退去。拜谷亞從外邊閉了幕門下，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係啦，將侍立嘅人從他主人面前攆嚟。拜谷亞係嗰個將軍啊，何羅非蘭嗰個，即係嗰個手下。佢哋各自上床安睡，因為飲宴嘅時間過久啊，即係話咧，可能佢哋講話飲酒食飯咧，即係呢個飲咗好耐啊，飲到啲人都冧晒啊，或者因為所謂都謝醉晒，只有猶敵留在帳幕中，何羅非蘭則倒在自己床上，因為酒已使他醉醺醺啊，醉醺醺啊！即係話呢個將軍咧飲醉咗，咁你懷疑點解佢咁鬆懈？因為佢好自信，同埋覺得你個女流之輩啊，做啲咩咧？咁佢可能覺得你一個女流之輩啊，同埋咧，因為當時嘅形勢，佢亦都以為呢一個遊敵咧係嚟投降。咁咧第三節就話遊敵曾令婢女喺寢室外侍立，即係喺個門口啦，像往日一樣等他出望，因為他說要出去自己祈禱。這些話他人也曾對拜谷亞說，即係對嗰個將軍嘅手下。眾人就從他面前退出去，從小到大無一個人留在寢室裏。好啦，呢度緊要啦，個斬首行動開始咯喎。點解斬首行動成功？你留意下，佢係話要去祈禱啊，咁啲人唔理佢啦，你祈禱啊嘛，咪祈禱咯。咁跟住遊敵在何羅非蘭嘅床旁企喺度，心裏諗其實係祈禱嚟㗎。佢話咩？主啊，無所不能的上帝，求你這一時刻眷顧我手所作的工，使耶路撒冷高升。如今時機已到，應當輔助你嘅基業，成全我嘅心意，滅絕那些攻擊我們的敵人。佢心裏説，其實佢都係個祈禱嚟嘅。主啊，無所不能的上帝啊，求上帝咧就眷顧佢手所作嘅工。第六節啦，於是呢一個遊敵咧就行到個床嘅邊啦，咁就靠近呢一個何羅非蘭嘅頭部啊，即係可能企喺佢瞓覺嗰個位嘅側邊啦，即係從那裏抽出對方嘅劍。嗱，佢留意呢個斬首唔同好成功，因為原來咧睇翻個情節係咪？呢一個遊敵係冇帶武器嘅，冇嘅喎，佢冇帶武器嘅，就去床嗰度握住呢個何羅非蘭嘅頭髮，因為佢飲醉咗啊。第二節講佢已經醉到醉醺醺啊，不省人事咁樣。咁就話咩咧？跟住咧第七節咧就話再從第六節啊，從那裏抽出對方嘅劍，再就近床握住何羅非蘭嘅頭髮，就講啦：主啊，以色列嘅上帝，求在這一天賜我力量。好緊要啦！呢個執行斬首任務嘅遊敵咧，你留意整個過程，佢都係禱告嘅，佢都係求咩？上帝俾力量佢，佢唔係靠自己喎。第八節，隨即用全力斬何羅非蘭嘅頸項兩下，即係斬佢啊！咁樣斬佢條頸，咁依家要斬頭啊嘛，就將佢首級割下嚟，跟住就咩？第九節，他繼而將屍身從褥子上滾下嚟，即係將佢床嗰度拉咗去，因為佢斬咗個頭嘅，剩翻個身體，然後又從床之上去掉個幔帳，跟住就迅速咁出咗去啦，即係走啦。將何羅非蘭嘅首級咧就交俾佢僕人，即係依家咁嘅稱住。咁樣女僕便將個首級咧，因為你斬人嘅頭，你出嚟俾人見到啊，咁點啊？原來咧第10節講咧就話，就將呢個斬咗出嚟嗰個將軍何羅非蘭嘅頭咧，就收喺個糧食袋，就話佢收埋。於是他們二人就按慣例出去祈禱啦。頭先講話祈禱嘛，啲人咪唔理你祈禱咯。咁佢哋就真係出去祈禱啦。當斬完之後，經過營地，繞過山谷，上咗呢個帕和里亞山，嚟到城門前，即係去翻以色列人嘅城門嗰度。遊敵遠遠嘅對住那些守門的人説：開門！請開門！
上帝與我們同在了，就是我們的上帝在以色列中大顯權能，用力量對付了仇敵，正如他今天所作的。咁你大家睇到咧，如果個斬首行動咁成功咧，當然佢冇帶武器入去嘅，雖然佢化靚個裝啊，即係咁講，着整齊靚衫，但係佢冇帶武器嘅。咁而入到去咧，趁呢個何非南嘅敵人嘅指揮官飲醉咗咧，就用佢把劍斬佢個頭。好啦，表面上睇嚟咧，好似係佢嗰個計劃呢個嘅斬首行動好成功，但係你留意整個過程，一路呢一個嘅遊敵係做緊咩？係禱告嘅，佢先係禱告，心裏邊都係禱告啊，跟住到斬首真係斬落去都係禱告啊，好緊要呢個。好，咁跟住後續嗰啲經文咧，即係次經嘅經文，我哋唔再講啦，即係因為太長啦。咁講到頭先個大哥嗰個，佢後來105歲啦，即係活咗好耐啦。咁咧，我哋又講下 AI 先啊，而家講 AI 嘛。咁我哋用 Google Gemini 我係根據 Google Gemini 我有寫嘅 Google Gemini 嗰個嘅分析講咩咧 ？Google Gemini 認為《遊敵傳》對我哋基督新教改革中更正教會咧，究竟嘅基督徒咧有一啲嘅咩嘅教導啟發咧？佢話咧，雖然《遊敵傳》喺我哋嚟講咧唔係正典頭先我講唔正典，但係咧我哋可以從文學同埋預表嚟到去解讀字書，即係個象徵意義係咩？咁以弱勝強第一點去提出啦，將 Google 將遊敵呢個名係猶太女性喺絕境中展現勇氣與對上帝嘅絕對信靠，同撒母耳記傳裏面大衛擊殺哥利亞嘅主題遙相呼應佢講啦，呢個 AI 呢個鼓勵信徒面對強大壓力嘅時候呢度即係講緊對我哋呢班基督徒即係更正有新教。世界誘惑或者逼迫嘅時候，應該仰望上帝嘅拯救。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喎。我哋仰望上帝嘅拯救。敬虔生活嘅榜樣第二點，書中詳細敘述咗遊敵嘅禁食、禱告同守貞，因為佢係寡婦嚟嘅，亦都嗰度亦都開頭嗰度第8章介紹佢係冇啲人冇講佢壞話唔講。點解？因為佢嘅見證，佢嘅為人係好好嘅佢都敬畏上帝。對於新教徒嚟講，可以作為一種個人敬虔生活嘅典範，強調喺患難中尋求上帝旨意嘅重要性。第3點，上帝主權嘅彰顯故事強調上帝唔需要龐大嘅軍隊犀利嘅斬首行動嘅，上帝冇需要軍隊透過一個寡婦嘅手嚟到成就呢件事。呢個就符合新教神學中上帝喺人嘅軟弱顯得完全嘅觀念呢個亦都好有意思，因為我哋開始講遊敵係咪？佢係冇帶武器入去喎，一個女性嚟喎。同埋如果你睇根據《遊敵傳》第8章講，佢冇受過軍事訓練嘅喎，係咪？佢唔係打開仗喎，佢唔係受過軍事訓練嘅人，未必識揸武器喎，乜都唔識。但係上帝喺人嘅軟弱上就顯得完全好。講完 Google Gemini 嘅 AI， 咁到我啦 ，Frankie 牧師嘅 opinion， 即係我嘅睇法啦。對於呢一個遊敵傳對我有咩意義啦？其實係鼓勵乜嘢？上帝係聽敬畏佢嘅人嘅禱告。第一點，遊敵傳我哋睇到呢個遊敵好敬畏上帝。佢敬畏上帝，以至到人哋喺佢生命裏面睇到佢嗰個敬畏上帝嘅生命。當你一個敬畏上帝人，原來你嘅禱告上帝係一定會聽。第二點，上帝透過弱小嘅人施行拯救。咁頭先都講過啦，喺遊敵傳裏面講明，佢都冇受過軍事訓練，係一個寡婦嚟嘅啫，冇打過仗肯定，亦都冇呢個即係同佢所謂搏擊嘅訓練或者甚至經驗乜都冇嘅應該啦。佢則能斬首行動。上帝透過一個普通嘅女性，冇受過軍事訓練唔係依家真係以色列嗰啲摩薩德咁犀利，冇喎。咁佢可以執行呢個斬首行動，係因為咩？係因為上帝透過弱小
去私人拯救。第二點即係想講，有時上帝所做嘅嘢，上帝嘅作為，可能我哋睇嚟，咦咁都得啊？就係神呢位神，我哋嘅神嘅大能，就係咁都得。透過你認為唔得嘅人、唔掂嘅人，甚至使用嗰個人去做。第三點好緊要。頭先咧，因為我哋今日冇去 cap 嗰啲嘅中間嗰第8章之前嗰啲故事出嚟，或者第10、第9章嚟。以色列人俾人圍困嘅時候，覺得絕望係點啊？諗住投降㗎啦，因為水源被截啊，好緊要啊嘛，水源被截啊嘛，嗰個水。但係咧，喺佢哋覺得絕望嘅時候，上帝就出手拯救。當然因為猶敵出嚟啦，同埋猶敵去向上帝禱告，同埋中間咧。其實佢哋有祈禱嘅，即係班以色列人都有祈禱喎。喺猶敵出嚟之前係，即係去執行任務之前，佢哋都有祈禱，呼求上帝嘅有嘅。咁當然唔係全部以色列人啦，因為可能好多猶太人當時都好驚或者覺得絕望。所以第三點，上帝喺人看似絕望嘅時候咧，就出手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睇下呢個猶敵傳咧，究竟咧總結一下佢想帶俾我哋咩意思啊？時間。呢一度我用翻《猶敵傳》入邊嘅 primary source 啦，即係佢嘅原文啦，就講咧俾我哋係一個土文嚟嘅，《猶敵傳》10章13至15節，即係嗰個斬首行動之後嘅，再過一段時間，佢講乜嘢？其實呢首係篇詩篇嚟嘅，亦都係講個土文嚟嘅。佢話咧，猶敵喺度講咩？我必向我的上帝唱新歌，主啊，你為至大，極有尊榮，能力奇妙，無與倫比啊！你所做嘅萬物都當侍奉你，因你一説就有了萬物，即係講上帝嘅創造嘅話要創造物。你差你的靈就建造，你一發聲，沒有誰能抵擋，因為眾山必隨諸水而搖動，而離根基，在你面前磐石也必消化，如蠟一樣。但那些敬畏你的，你就對他們大發慈悲。猶敵傳10章13至15節，我揀呢個做總結，裏面好有意思嘅，就係、是、講到我哋要讚美上帝，因為佢係滿有能力嗰位，並且上帝佢用個話語去創造嘅，更加嘅就係乜嘢？敬畏你嘅，你就對佢大發慈悲。當每一個敬畏上帝嘅人，敬畏上主嘅人，上主就向佢哋發慈悲。好。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今日嗰個嘅參考書目啦。咁咧頭先提到邱博士咧，就係、是、我哋係用緊佢嘅舊約概論本書啦，同埋亦都咧聖經正經經外文由多位學者合寫㗎啦。呢、這個係2001年基道出嘅。咁另外咧今日咧就係、是、會有一篇嘅文章啦，就係、是、講次經咧，就係、是、由信主神學院嘅新約教授周善儀博士選寫嘅。淺談次經對基督教貢獻，填補新舊約間歷史嘅空隙啊！喺基督教週報啊，最近寫嘅呢篇啊，咁啊高姐。咁頭先提到咧，我哋如果大家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咧想睇呢一個嘅猶敵傳第1章去到第10章咧，好冇問題。咁咧我哋咧可以喺呢一個嘅呢個連結啊，即係或者大家上去 Google。網站 Bible.com 咧，呢度咧就可以揾到啦。咁我哋今日差唔多啦，講到以上內容咧，睇完聽完之後，大家咧覺得有啲咩幫助咧？有啲咩咧令你印象深刻咧？有冇咧唔明白或者想進一步了解嘅地方咧？好，咁所以咧，如果各位睇到呢條片嘅朋友，你想攞翻呢個花波，我會執翻打錯字啊，唔好意思嘅朋友咧，咁你又可以咧就係、留言啦，或者 send email 俾我啦，或者有啲識 WhatsApp 嘅，咁我 WhatsApp 我咧就係將咧呢一個嘅我將條片咧係 send 俾大家睇嘅，send 俾大家睇。呢啲咧，
我哋今日嘅 Thank you 檔案室咧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繼續聽日早上有10點半嘅現場崇拜，同埋有主日學嗰啲幼兒嘅主日學，歡迎大家咧繼續嚟參加。咁咧就係頭先我哋大家想留意，需要攞呢條片嘅 PowerPoint 啊，呢個 PowerPoint 可以俾大家嘅。咁我會執翻打錯字。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嘅我哋嘅 Thank you 牧師檔案室刺激入嘅節，多謝大家。